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敢会当耽误一下你的时间？你讲啊？叫我的婚礼，敢会当请你做伴嫁？哦，因为慧敏袂当去啊。有其他代志哦。先莫讲伊啊，叫我的婚礼，请你做伴嫁，敢会用？当然会用啊！出来人的代志，我一定挺到底。多谢。小姐，迄花替我放伫咧钢琴顶面。好，替我家摆整齐，麻烦，多谢。奇怪，有你是走去倒位啊？晓得，昨日带我先传互你啊，有淡薄仔济，歹势，我得无用阮二姊的婚礼，无法度替你包。你有问题才传信息互我。哦，你甲惊死哦，惊都无出声。创啥？你的酒酒歪去啊，我替你用好。免，我家己来就好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对啦，你敢有打电话甲老师请假？拜托，今日拜六呢，请什么假？拜六补习班毋是嘛爱上课？哦，我知影，你袂记得对无？无要紧，我替你打电话。啊，别，我已经打电话请假啦。你遐尼紧张创啥啦？毋是啦，拜托，今日二姊的婚礼，讲补习班创啥，足无意思的。我去看阿妈甲爸来啊袂？袂记甲行程摕掉，有我的婚礼11点就开始啊。喂，慧敏啊，安尼有偌久会到啊？阮伫要到安尼。阿嬷遮久无看到你啊，足想你的。你来时阵爱先找阿嬷哦，知无啊？阿嬷，我无法度过去啊。哈？你讲啥？哎哟，这路边足吵的，我听无你讲啥啦哈。啊无来再讲啦哈，来再讲哦，再见哦，再见。原来有人有甲阿嬷讲，我会去参加婚礼。假使婚礼迄天你真是无方便来，嘛无要紧。但是你莫阁互我期待，阁互我受伤啊！
离婚礼开始还阁有50分钟，即马赶过去应该阁会好。若是无就紧去联络，紧全部准备好，好无？紧去。喂，慧敏，春青，我即晚要去参加婚礼，我会伫1点做事大会进前赶转去。你是咧讲啥？你会袂赴啦？我会赴，我袂全部参加，毋过我一定爱出现。徐慧敏，你到底咧想啥？你敢有需要担这风险？真实嘞，有一寡代志错过就无法度弥补啊。所以毋管安怎，我一定爱去参加婚礼。我会伫1点前就赶转去，就安尼摆。慧敏，慧敏，喂。若是无方便，莫勉强。无要紧，我无是要互大家看到我坐轮椅的模样。我了解。雪莉，有人，歹势。你是有我的阿兄，互你看到伊，嫁互一个遮尔虚弱、无未来的人，你的心内一定真不安。毋那袂，颠倒阁真感谢你。路已经遮尔无爽快啊，阁愿意完成阮小妹的心愿，我真替阮小妹欢喜，辛苦你。阿兄，阿妈因到啊？好。我会当照顾阮爸。好，麻烦你啊。爸，我有炸药啊，你敢要先坐者？我去提水。好。这真正袂歹呢，真适合办婚礼，袂歹袂歹哦。这个环境吼，确实真水。系啊系啊。爸，阿妈，阿妈，爸，妈，阿姨，阿姨，哥哥，嗨，阿姑，阿姑，嘿，好啊，爸阿妈，咱先入去坐啦，棉布甲卡庭拢够。啊，好好，行。妈，啊我想要先去看一下有缘，甲伊讲几句话。啊，好啊，紧去。对啦，迄个冠华，文玲啊，恁甲伊先入去，我有话要甲友莲讲啦。好，行啦。李酸，阿姑带你入去。呀，友莲啊，慧敏为啥到即摆还袂来啊？慧敏有重要代志袂当来。是选举的代志哦。哎呀，伊讲好要来做伴嫁啊，即摆无来是要安怎啊？我有请文琪到参工。阿妈，今仔日是欢欢喜喜的日子，就算免叫慧敏来，伊心内也是烦恼别项代志。假使来参加婚礼无欢喜，不如莫来较好。好啦，你若无要紧就好。阿嬷吼嘛袂囥个心肝内，行，咱入来去。好，来。来。阿姐，想讲，伫婚礼开始进前，先来看一下新娘。为什么敢来看一个？你顶世人的情人，就要变做人的某啊！你一定有真侪话想要讲，恁豆豆讲，我先出去。你今日足水的，多谢。
明峰安排伫遮办婚礼，你甲林和敢无满意？爸，你想要讲啥物？照你讲。其实嘛无啥物特别想要讲的，也毋过就看到你，我惊一条。看你穿白色新娘衫，我才雄雄发现，我的查某囝已经毋是较早迄个规工甲我黏条条的囡仔，即摆受伤咧。顶个咱爸仔囝单独讲话，竟然是因为我要阻止你结婚。伫这进前，我拢袂记你，咱有单独讲过啥物啊？一直以来，我拢在无闲工课，喊你转去。爸，是嘞。无喏，是我亏欠你。我知影你真爱恁妈，也毋过我无好好维持阮的婚姻，才会互伊伫你遐尼细汉的时阵就离开你。是我毋好，爸，对不起你。其实我知影是妈家己要离开的，毋是你的毋对。我无你想的遮尔爱伊啦，伊生做啥款，我拢伫要袂记啊。你就是遮尔放强，为什么委屈，拢吞对家己的腹肚来？自从秀官带文琪、文林搬入来，你就定定秘伫房间，无想要甲我讲话。其实我拢知影，只不过迄个时阵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甲你好好解释。爸，过去的代志我早就袂记啊。即摆我的身躯边有林和甲卡婷，你毋免烦恼我。我知影我家己伫咧创啥，我会做了真好，我袂互家己有遗憾。爸，只是希望你知影，结婚了后，你就有家己的家，也毋过毋通袂记你，咱这个家，永远、永远，拢是你的家。以后，你有恁翁的金架头会当挖去，也毋过。若是有一天，恁翁忝啊，还是你忝啊，你还阁有爸的金架头当挖去。不管我食到80岁、90岁，还是阁较老、阁较老啊，爸的金架头永远拢会互你挖去。爸，多谢。明天也许会再见，谁也不欠，也不用对我说抱歉。好，我先去外口等你。再见。俊清，你哪会来？我来下爸爸。啊，阿伯，我来接你。好，坐你的车。俊清，你敢有提醒会面，甲伊讲，四界拜票的时阵，自头到尾拢爱对伫董主席的身躯边。安怎啦？会面去参加张友莲小妹婚礼，我已经提醒伊啊，
1点之前一定要赶回来。伊走去参加婚礼，啊，即马拢几点啊？要哪会赴啦？伊到底是咧创啥啦？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伊无接电话啊？关机啊啦！哎呦！临时就礼服，敢会呢？真好啊！大姨，哇，医生今日穿得足水耶！啥是妈妈刚刚替我拣的哦？哇，这是小公主诶，够有欢喜！有。哇，就赞呢！要开始啊！要开始啊！等下安怎行，你知影无？就是门拍开，然后行入去啊！唉，你的回答互人足袂放心的。来，我先甲你讲一解。等下音乐开始，门会拍开，恁徛咧门的两边，恁就面对面向前行，坐落来手交手，然后一直向前行，安尼知影无？哎呀，实在行一解啦，来练习一解，练习一解。好，照我拄则讲的，然后好，来先看对方。开始行，手交手啊！ OK， 好，行。来啊，停！哦，比预算搁较无专业。来啦，来，较活咧，手勾起来，勾好。OK， 来向前行，微微啊笑。哎，莫干那看头前，来看对方。看人客。好，真好，真好。OK。 安尼敢会记诶？好啦，知影。哎呦，敢会卖啥物拢爱我讲？母家敢若我结婚足侪届，经验足侪。回冰姐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浓烟下。 哦，敢会卖啥物拢爱我讲？母家敢若我结婚足侪届，经验足侪。回冰姐，有莲，是的啦，我想下来啊。回冰姐，你哪会即马才来？阿兄，也是判价要换人。我感觉唔免我，袂赴啊。那呢，回冰姐，咱先去坐啦。依川，咱去找大阿姨。来，回冰姐，这边请。回冰姐，你坐遮。阿妈，玉敏啊，你毋是讲袂当来，哪会阁走来啊？我伫想讲来看一个，等一下阁爱赶转去。好。爸甲友啊拢到啊。老叔。
新娘来啊！哎呀，恁马上就要变做翁仔某啊！爸亲恭喜恁。多谢爸。今日恁来到这个神圣的所在，在亲戚朋友的见证之下，马上就要变做翁仔某啊！在上帝面头前，爱情是神圣的，婚姻的责任嘛足大的，所以翁仔某之间一定要遵守约束，别挑界喏，刚人好成亲。不管善者破病、困难、痛苦，你敢愿意甲张友月小姐永远做伙，一生一世爱伊？我愿意。张友月小姐，不管善者破病、困难、痛苦，你敢愿意甲江仁和先生永远做伙，一生一世照顾伊？我愿意。无事，我有话想要对友月讲，敢会呢？友月，感谢上帝，把你带来我的身躯边，你让我的人生圆满，无遗憾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。就算我无法度陪你做伙变老，也不过你爱相信我就亲像迄粒金星，会一直在你的身躯边，一直到永远。张友月，我爱你。你好，多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因为你，让我知影其实我无孤单，让我知影这个世界上，阁有一个查甫人，这么疼我，这么爱我。多谢你，给我一个家。你一定会好好，咱一定会做伙变老，咱一定会像即马安尼手牵手，做伙幸福落去。你好，我嘛爱你。即马请新人交换手指。多谢。新郎新娘请交换手指。
江仁和、张友月，我宣布恁正式变做翁仔某。即马新郎会当进新娘啊！有人，我要先离开啊！我送你出去。其实，你唔免全工赶来。阿嬷早起打电话给我才知影，原来你有甲伊讲我要来婚礼的代志。婚礼你拢决定唔来啊？我敢有甲伊讲，拢无重要。有人，我拄则有甲阿嬷解说过啊，也毋过无机会甲林和甲友月讲一声恭喜，才麻烦你替我甲因讲。是的啦。婚礼代志我拢无斗相共，敢若来一个就要离开啊！好啊啦，大家知影你有这个心意就好啊，我会替你讲话。有人，多谢你。你已经回去啦。开车驶你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这去内底，这去门口口，门口口。慧敏，你听我讲。你落交流道了后，行产业道路，对，迄条车较少，嘛无车灯，20分钟到遮应该无问题。车落交流道哦，有淡薄塞车，无问题啦，一定赶会到。真害呢，是要害我急死哦！等你几号？辛苦啊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撇现兄，爸，你敢毋是陪主席先去另外一个选区，哪会你家己先走来啊？董主席吼。拄则做决定，取消后面的行程，要直接来遮。秘书长嘛通知其他选区的候选人，做伙来遮集合，做伙联合做势，联合拜票。董主席因12点半会到位。慧敏呢？外口遐济支持伊的选民，哪会无先出去甲大家拍招呼啊？伊早起去参加一个选民的公祭，已经伫咧路下要来啊。今日什么日子啊？搁安排其他行程？偏兄兄啊，这个行程吼，真早进前就排好啊啦。这个人是阮私家的老朋友，慧敏无去，实在讲袂过啦。也毋过你放心，伊伫咧路下就要到啊，绝对袂耽误今日的活动啦。今摆拢什么时间啊？人客要到位啊，主人还袂到。这政治新人，互董主席还阁其他候选人等伊一个，足歹看咧。紧打电话叫伊转来啊！是，尊亲，打电话催者，电话听茶。哎好，偏兄兄，坐者。真正是哦。喂，慧敏，你敢有交流道啊？倒了啊，毋过安怎啦？我的车轮啊崩去啊！你敢有安怎？
我无代志啦，我会请人来拖车。无代志就好，先莫关车，拄则接到通知，东主是12点半就会到。你伫倒位？你甲我讲，我去接你。有客人请来啊呢？你先替我安搭大家，我马上到。慧敏，李先生，你好，久久无看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多谢你到三工。辛苦啊！小款。各位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请客，有安。各位党内同志，我拄则看到外口人足侪，真正是强滚啦。詹立伟，阁有市议员，即个真正开足侪精神甲时间。主席，为着今日吼，我已经无闲几落礼拜啊。外口迄10几台游览车，迄拢是我找来。真好，詹立伟在地方经营哦，一向拢是非常用心。所以这区的选情啊，詹立伟也搁要考虑。啊，唔敢。市议员，你讲对无？对，一定啦。主席吼，亲身来甲阮支持，甲阮鼓励加油，这个选情的精势吼，一定会搁较好啦。对啦，市议员啊，这个恁查某囝唔是嘛出来选哦？伊在倒啊？主席，我甲你介绍几个候选人。第一选区黄守成，小成啊，甲我是老朋友啊，伊在这区的选情哦是较稳定的，加油啊！这位是林胜坤，伊是名声足大的律师，人面足快，加油！多谢主席。这是第二选区刘依文，少年人有活力，敢冲敢拼，袂输予其他前辈。主席你好，我是依文。本党啊，一向就是需要这款的新力量。加油！加油！多谢。报告主席，詹立伟，外口的记者媒体拢到。主席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吼即马出去甲支持咱的乡亲见面，拜票做势。好，各位党内同志，拼！大家加油！加油！东山！配合呀！拜托麻烦国家主席讲这话，拖几分钟，会面马上就要到啊！叫伊免过来啊！阿伯。爸，董主席是毋是去拜票啊？我即马赶过去，还阁会赴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爸，董主席是毋是去拜票啊？我即马赶过去，还阁会赴。我千交代万交代，甲你讲今日活动有我尔重要，你也是出状况。你甲张友莲代志免想啊！为即摆开始，我甲因斗势不两立。慧敏，
害去啊！你无母害去，拜票队伍才拄出来，咱即马赶去也会负啊！你免烦恼，我第一敢毋是，不管因是要命还是要安怎，我拢陪你做伙面对。紧甲脚穿起来，咱做伙赶过，做伙拜票。敢有倒位无爽快？本来佫真烦恼，家仔行了拢真顺利，辛苦你啊！袂辛苦，我真欢喜，嘛感觉足幸福。卡停咧，伊伤忝嘛，我拄则去看伊，已经先困啊。巴肚会枵无？我煮面互你食。唉，好啊啦，你嘛无闲规工，应该嘛真忝啊，陪我倒者好无？咱总算结婚啊！请多多指教，讲生事。未来嘛，请你多多指教，江太太。安尼，请问讲生事，你明仔载早顿想要食啥物？迄爱看江太太是要准备啥物早顿啊？譬如讲，糜甲酒粿。煎菜头粿，或者是炒卵。我最近伫网络看到有人在炒迄蘑菇铁板面，敢若会用试看卖？有遮尔侪选择哦。安尼我想要食烘吐司。遮尔普通哦！明仔载是江太太头一届甲你做早顿，你无爱点较特别的哦。感觉普通的上好，嘛好。冰箱内底阁有吐司，我就毋免透早走出去买。江太太。我敢会当请你答应我几件代志？你讲啊！我希望你以后会当定定甲亲人联络，至少过年过节，拢会当转去故乡一撮。啊，阁有拄着啥物代志，拢莫家己一个人担。会当甲厝内的人讲，好。阁有遐个咱想要去，抑毋过还袂去的所在，假使有机会，你嘛爱去行行咧。在旅途当中，加识识一寡朋友。我无希望你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子。哎哟，江林豪，我今日无想要听你讲这个。
今日讲过啊，就袂搁讲啊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我拢答应你。乖。你袂忝吗？我想要安尼看你。神经病有啥好看？昨昏阁真正安尼牵手困啊！江先生，你昨昏讲要食烘吐司是真抑是假？你即马改变主意还过会乎？江先生，莫阁困啊，起来啊！江先生。林豪，林豪，林豪，江林豪，江林豪。林豪，江林豪，江林豪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我爱你。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，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。丢友莲吼，有这个女朋友在身躯边，兴华一定发展了真好。伊讲友莲甲文琪是一对，嘛想合嘛。我的感情雷达，甲我的时尚感觉同款准，因两个绝对有啥物。我看伊的雷达爱摕去修理。张友莲，我唔知你演技这么好。我会在接受采访的时阵安尼讲，嘛是甲慧敏参详好的。慧敏为着你，为着领导做偌侪代志，你根本就是伊的阻碍。俊清，真是嘞。我欢喜甘愿为你做任何代志。同一个屋檐，回不去的眷恋，爱你不曾走远，历历在眼前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
过就。